虎公山南台别院举办彩绘灯笼活动已经迈入第5档，每一届举办拢会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共同参加，现场会当看到小朋友认真唱诗，家长伫边仔协助，互难得假日时光更加温暖。主办单位南台别院希望透过这次活动，将每一人心中的爱与和平展现出来。你画了什么？彩虹。彩虹哦。车子。第一次带小孩来参加这种活动啊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阿妈带你来干嘛？画灯笼。大声一点。画灯笼。我们去年也来过了，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，让小孩子有很多创意的想法。南台别院总住持满洲法师表示，希望透过和平与爱彩绘灯笼，推动星云大师所提倡的3好4给理念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和平与爱，我们希望能够推广星云大师所提倡的3好运动，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。我们要建设，让人间能让这个世间成为一个真善美的人间净土。国际妇工会世界总会副会长刘昭明、中华福报生活推广协会理事长杨正达等贵宾，也拢共同出席活动，肯定南台别院推动3好运动的用心。满洲法师，那么他一直都在创造殊胜的因缘，让我们大家很欢欢喜喜的大家都能够在一起。那么在一起的过程中，又能学习，又能够成长。南台别院总住持满洲法师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大家有这个好因好缘，家长带个小朋友来这边实践最棒的3好运动，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。那今天的主题爱与和平，也是我们大家一致要追求的普世价值。这次报名人数将近500人。南台别院特别将活动分为2天举办，活动温暖气氛，也让参加的亲子家庭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